后来镜头所登的台湾，要提醒咱的乡亲时代，这个诈骗集团的手法一直在换新。参这个自认是真精真巧的艺人郎祖云，嘛是受害者。郎祖云讲，伊收到邮局的通知，讲伊的包裹爱来付关税，所落来随跳出来银行的页面，请伊来输入到信用卡的卡号。因为这个银行的界面非常的逼真，伊想拢无想，就照指示付钱13万。过无偌久，就收到银行的通知，这个时阵才知影去互骗去，赶紧来报警。加在有警察甲银行的帮忙，甲这13万追转来。电子批写中华邮政，福艺人龙祖文无想这么多，照指示操作，是咪够红怪气？早上有个简讯看，而且中华 Post 中华邮政，好，打开一看，他就说你有一个包裹海外的，然后呢是因为你的朋友收件人无法收到，是因为他有个关税没付。这项电子批讲龙祖文寄去海外包裹，收件的人无付关税，所以爱请寄件的人支付。市连结了后，出现中国信托，所以要求拍卡号含电话号码。尾后佫是手机收到的密码，就完成支付。电话号码试完了后，佫要求龙祖文佫试一摆，定操作2摆了后，就收到银行的通知，已经分别支付8万外含4万外的钱，拢总要13万，险要给汇出去。然后我就点进去这样，然后就跳出来一个页面，就是中国信托了，也是长得很像 logo， 什么都一模一样。加在有警察斗相共，龙祖文才甲钱补掉的。警察也提醒民众若是有问题，随口165防诈骗专线，则袂去诈骗集团骗甲戆戆说。